伫个宜湾蔡小伟的门下，民间企业永兴消防公司少年头家6号上午特别捐赠340支的灭火器，予东区的老旧社区甲公寓。第一站送到东区的威下里，由里长施桂林代表接收。现场包括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以及消防局第7大队长黄慧玲，嘛拢到场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今天非常高兴由我们的永生消防器材的年轻的邱老板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因为呢，他看到高雄城中城的一个大火，那他内心也感受很深，希望说透过社会的资源，包含他在这个社会上，他也是做义消的工作，那愿意来回馈给我们的里内需要帮忙的一些弱势还有低收，那也透过包含维夏里长、石桂林里长以及其他的里长来帮忙做发送的动作。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消防局的黄大队长今天带领的团队要来跟我们一起深入地方，让地区的让我们的民众更加了解灭火器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来适当的使用它。这个灭火器是属于 ABC 干粉那我们初期灭火，那我们发送给社区，让社区也要知道说这个灭火器怎么使用。那对于初期的火灾能够及早发现、及早灭火。所以说这一次能够发送这个蔡议员能够发送这个灭火器能够提高社区的防火意识，那也提升他们的初期防火的一个动作它能够第一时间及早发现，及早把这个火灾把它压制下来，这是对于社区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透过咱迄个小委议员，个咱大队长，个咱的年轻的业者，来做这捐赠仪式，会当互这东区这里内这民众会当来使用到这对咱个人对咱大众，这是非常好一个生命的一个关怀的注意，这是非常重要。这届受赠单位包括威下里、东胜、中信、中山、大治、东治、大湖、甲大德等8个里。现场嘛邀请辖区的消防分队安排消防的宣导甲灭火器的使用，希望将居安思危观念落实伫个社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就皮管拿出来，然后